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咱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昨暗时宣布讲，搬石南顶头搁加一个确定病例，目前计共有36个官兵去围着，若其他的344个人，昨暗7点拢已经解除隔离。疫情指挥中心嘛讲，会去补采检新的去围着遐个官兵的厝内底人甲接触者，因为惊有病毒伫社区传漏到去。测试尾暗6点，潘石南第3摆采检结果出来，指挥中心宣布新增加一个确诊，个案已经由救护车送去病院隔离，总共有36人是确诊。那其中有一位在我们昨天检验的时候就有弱阳性，那今天再验，所以我们就确诊了。所以其实也跟昨天的状况差不多，只是把昨天那个还没有办法研判的把它确诊。潘石南其他344人测试暗时7点解除隔离，暗过转去了后，依然爱自主健康管理。指挥中心会针对解除隔离进程的确诊对象，把接触过厝内底人甲朋友进行补采检，才袂漏到去。已经解除的空庭南甲甲辉南先员367人，已经拢转去。整条线因为相对的封闭所以接触的频繁，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传播。那磐石舰的军舰所以在这里面都是磐石舰，所以今天早上另外2条舰都已经分别的就已经离去。指挥中心表示，潘石南甲其他国家的军舰甲邮轮比起来，比如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侵蚀率52%，美国基德舰、库德舰侵蚀率30%，泉州公主号侵蚀率19%，咱的潘石南侵蚀率只有9%，而且规模较细，可能甲挂吹暗有关系。伫解除隔离的时阵，国防部公布影片支持海军，除了肯定敦睦舰队成功一平捍卫海中的辛劳甲努力，也仰望大家爱护官兵。特别102也特别点灯会为国军加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意大利昨昏5月初4解除封锁，总算会使出门啊！威尼斯甲罗马街仔路拢是人，有450万人恢复上班啊！餐厅、咖啡厅嘛会使开门做生意啊！要毋过学生囡仔是按算9月份才会恢复去学校上课。民众为医护人员拍破，因为这人努力，因才有机会出门。意大利当地时间7日开始进入解封第2阶段，凌晨的街仔路出现真侪人，邮轮列车也拢出现升起。这一刻，意大利的人等了真久。进场2个月，总算因甲亲人见面，72岁阿公多米尼哥普萨沃孙是真感动。Disperati, la quarantena l'abbiamo passata disperati, adesso non riesco neanche a parlare, che sono troppo emozionato. 2 mesi non la vediamo, è solo videochiamata, però non è lo stesso, non può essere lo stesso. 公园也真侪人，有人看到镜头，也个欢喜握手。酒吧、咖啡馆、餐厅拢因开门做外卖生意。7日开始，意大利差不多有450万人恢复上班。不过回归正常生活同时，防疫也是爱顾。民众出入车站爱量体温、挂喙暗，排队爱维持社交距离。假开节，学校部分爱到9月才会重新开放。意大利目前有超过20万人确诊，将近3万人死亡，是欧洲死亡人数上侪国家。不过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测试发表报告指出，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比官方数据还佫较侪，因为有12000人死因无清楚，可能是因为新冠病毒死亡，只是无检测。另外，全美国疫情依然真严重，不过伫经济冲击之下，部分州陆续放松限制。加州宣布7月开始进入中期计划第2阶段，运转低风险的工作场所恢复营业，部分海堡也会开放。重灾区纽约州单日增加200多人死亡，不过州长古莫指出，死亡下降速度不如预期，目前重新开放有困难。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今嘛已经超过357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加2例，目前计共438例，香港有1040例，日本有15000多例，南韩超过1万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已经超过121万例。巴西超过10万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21万例，西班牙超过24万8千例，德国是超过16万6千例，英国是19万1千例，伊朗是超过9万8千例。中
中国的官方昨昏开记者会，讲中国的疫情已经稳定啊，新的3例拢是对境外带病入去的。全中国目前计共确定病例嘛无到500例。对面是发现了一例那个新型冠状病毒那个。看见那个微信那里有通知说是真的，你看那个档口全部都关门了。民众家乡讨论，广州金城区新东店4月1日传出疫情，不只是封路、工厂店头也拢关门，确诊者大酒店也紧急隔离。到目前已经500被通报为病例来源地，金城区总共10名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在这次处置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的这些感染者也都是无症状的感染者，实际上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它的传播力是有限的。虽然官方表示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有限，不过种种现象已经显示，广州已经发生群聚感染，而且有向别个市甲别个省传扩现象。业者咧感谢新东店内底要求定期检查，为治疗发烧家属要报的病人进行调查。虽然广州疫情出现变数，不过中国官方依然乐观，宣布新增加3例拢是境外移入，全国即马确诊病例降到500以下。全国现有确诊病例降至500例以下。为1月23日以来最低。境外输入现有确诊和疑似病例总数连续3周下降。中国5日假期有5天，根据官方数字，前3天国内旅游总人数将近8500万人，受疫情影响，大部分是低度，而且以周边都市为主。国内旅游收支350亿人民票，虽然比去年减少6%，不过在经济非常好。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疫情向前已经让中国消费者变保守，要重回原先经济状态并不简单。记者综合报道。上次的消息，咱来关心咱台湾敢有法度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5月18日世界卫生大会 （WHA）。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回应讲，这要由会员国来做决定。嘛讲到即马有2个国家有提案，要伫 WHA 顶头，和相关国来讨论咱台湾的议题。WHO 昨昏开记者会有讲到台湾的议题，也毋过秘书长谭德赛无回应。电头是 WHO 的法务顾问有讲到，敢要互咱台湾参加 WHO， 要由会员国来做决定。毋过 WHO 嘛讲，伊肯定有收到2个国家即马有提案要来讨论台湾议题。台海情势最近真紧张，国防部长昨昏是伫法院，方问到讲国军有偌济战力，伊是表示讲加上20万人的后备战力，目前战力大约是40万人。另外，8月17第27届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咱台湾敢有要参加？国防部表示，即马正在争取。敦睦难对的疫情影响着国军的形象，加上中国最近真正有军事的动作，甚至派军南射台湾。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嘛关心台湾军备的战力。国防部长严德发测试面对立委的追问，美国的民意是倾向无支持出兵的方式来协助台湾，那呢台湾是要安怎？也靠自己，我们依据我们的一个建军的构想，我们的一个国防战略来做。台美军事交流不可否认是很密切的，但是不管目前主席或相关的一些看法，我们都列入参考。严德发强调，台湾目前的战力包括后备军人，拢总有40万人。7月汉光演习目前嘛正伫咧进行，也若人讲全球规模上大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美国宣布8月17日举行，不过这届规模有缩较小，敢若伫海顶演习，台湾到底敢有机会通好参与？外界是真关心。我们持续来协调争取，目前没有答复。目前还没有答复。是。那有没有预计大概什么时候是 deadline 最后底线？我们持续争取。国防部强调，台美军事交流真密切。不过，美国军舰贝瑞号顶一日捌去西沙群岛12里的水域。国安局长邱国正讲，美军确实造成台湾的压力，立委甲看作是美国想要挑战南海的主权。嘛，这支国安局是安怎无提出任何的声明。现在一句话都不吭哦，这在国际法上会形成不作为的效力，你知道吗？西沙群岛这样的一个进入到领海范围的事情都不讲话，代不代表我国实质放弃西沙群岛的主权？新闻报告，我们不可能放弃任何主权。那为什么不说话？也若美中伫南海军事的竞争，美国虽然家己关岛已经16年的 B-52轰炸机部署摕倒转来，再搁部署4架搁较先进的 B-1轰炸机，嘛去互解套是改变战术，利用随机部署无法度预测的特性，互中国顶顶的敌军搁较好掌握美军的走向。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受疫情影响，有7成，大约是9万的境外学生无法度来咱台湾读册。咱台湾的学费损失大约是80多亿。有部分的私立学校向政府申请，希望让这学生会当用旅包机的方式来咱台湾。陆委会是讲，这部分要交予疫情指挥中心来做决定。来看联合报，今年的高中教育会考，这个月16到17要考试啊，拢总有20万人报名。170个考试事务人员昨昏已经入去会场啊，要待2礼拜，要出考题甲印考试卷。来看《苹果日报》，日本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了后，疫情有受控制，但到目前一天也是有100外个新的确定病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决定要把全国的紧急事态宣言延长到这个月底。来关心各行各业受疫情影响，咱政府有规划1条500亿的纾困经费。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宣布讲，要把纾困范围扩大，有做代志、有做事的无劳保的人，也佮有渔民、农民，拢会当申请1万块的补助。也毋过较好业的人是排除在外。另外，咱总统蔡英文昨昏嘛有去桃园巡视，去关心餐饮业的纾困状况。工作人员真认真做技能高价餐点，就算在防疫期间，餐饮业受冲击，啊，不过生产线依然无停落来。总统蔡英文请全套装备，去桃园视察餐饮企业的纾困计划实施的情形。先感谢企业无减薪、无裁员、无停业，佮指出台湾甲其他国家比起来，疫情相对平稳，是因为政府甲人民团结。防疫确保国民的健康，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纾困的方案，希望能保住台湾经济的元气。好，等疫情过后我们可以再重新集结起来，把经济再用更大的力道把我们的经济往上推。蔡英文表示，为失业率加放假人数这数据来看，台湾确实表现袂歹，政府也尽全力提出各种纾困方案。行政长苏贞昌搁伫2礼拜内第1摆开记者会，宣布扩大纾困方案适用对象。有工作、无家保，大概有34万人，还有没有补助到的，实际在从事渔产工作的。另外，农民大概一共有120万人。亲像有广告牌啊，流动打赏有头路无加倍工作者，甲互所得比各县市基本生活费悬1.5倍以上2倍以下，应提出申请。另外，农渔业工作者报税所得50万以下，无领进前的3万块纾困，影响农渔会申请。他也没有相关的保险收入，也受到了相关的影响，所以在1.5倍到2倍，我们就发放1万块，针对比较辛苦的人，所以我们审查会放宽，那以自己申报为主，符合劳动部的2万4的投保，那所得不超过45万底下。我们大概有4、5万个渔民，那是可以领3万的，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他是投农保的。那还有一些是没有家保的。另外，苏贞昌也强调，台湾是乱世中的福地，规划先纾困，等疫情稳定了后，佮启动振兴作业，强度疫情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疫情有较稳定啊，即马就有人在问讲，安尼酷碰券当时要来发放，经济部是表示讲会做大改变，目前也伫规划行动支付甲纸本拢会通。另外，产业纾困的部分，经济部是讲拢总有编179亿，制造业甲服务业是2大重点。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已经拢无人出国旅游，国内旅行社头脚，向西旅游去年的营收正式突破300亿，啊，毋过今年的业绩损失了真济，3月份的营收干那剩无甲4亿，为着要家己救家己，向西下界来卖便当，其他员工餐厅毋但要对外开放，而且阁要送外送服务，突破转型。第一步先针对内部的员工做销售，那甚至我们有发，比如说1个月600块的coupon券给员工，然后去做内部的消费，先进行压力测试。毋但企业自救，政府嘛伫卡之后到3天，产业纾困的方面，经济部表示，总共编列179亿的特别预算，制造业甲服务业是2大振兴的重点产业。
目前已经推销餐饮业的外送服务，小卖业开始做电商等等的服务，核定补助餐饮业者有117间，小卖业者401间都已经完成签约。另外，经济部嘛伫咧最近规划酷碰券的大改版，这礼拜向行政院来报告，初步规划也是以拍折犹太的方式为主，百度来分现金，原则上每一个人消费1000块，会当享受500块的犹太，而且强调讲电子甲实体两种方式做伙做，别个坚持讲干内当使用电子付钱的方法。我们偏乡非常关注你们上次提的所谓的电子支付这件事情，这个应该已经暂停了吗？我们必要我们都会有实体券来用实体券，对，来解决偏乡的问题。对啊。另外，新明金表示，针对弱势中介收入户，会个另外规划提高消费额度到1500块。那个方式会照过去领取的方式，采用实名制部分。希望就是以口罩实名制的方式来发放，是中低收入户有可能就直接享有1500元的消费额度。这个都是在规划的阶段，但是这个还是要到 N 里面去 ，N 里面会整体考量。所以经济部目前整体酷碰券甲真行券总共编134亿的预算，若是执行甲真好，另外23亿真行抵用券的经营，会对你来办，预计会当扩大500亿以上的消费。记者综合报道。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立夏，代表热人到位啊！古早人讲，国语保老母，立夏保老爸。做今日时势，今仔日爱替老爸补一个。立夏嘛会使讲，算讲是咱本土的父亲节，讲互乡亲做参考。那今仔日的天气，全台各地拢是侪云，毋过北部海面有方面的瓦金，所以过昼了后，北部宜兰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咱来听气象局的说明。由地面天气图可以看到，这道锋面云系在接近台湾过程当中，那不过位置还是属于偏高，所以台湾地区还是一个锋面前相对稳定的一个天气形态。因此的话，台湾地区的天气的话，大致上还是一个锋面前的天气。那整个温度上来讲，还是稍微比较偏高一些，提醒大家要注意高温带来的一些影响。至于在降雨的部分，还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些局部雷阵雨发生的机会，提醒大家注意。今日各地同款是高温烧热的天气，紫外线的指数拢较悬，民众出门爱做好早日，嘛爱加啉水。昨昏伫南投高温有38度3，伫台北的高温嘛有36度6。今仔日北中南高温拢有33度到35度，若东半部高温有31度左右，尤其台东可能会吹小风，会搁较烧热。今仔日明仔后日节有较足的风面，会透过北部，所以改吹东北风，温度就略略下降。毋过这毋是黄酸雨的方面，所以雨未落介济。来关心各大学开学了后，拢要求学生囡仔上课爱挂喙罨，而且室内袂使开冷气，爱保持通风。毋过即阵天气遮尔烧热，有一寡学校就决定讲天气遮热会使开冷气啊。毋过嘛是爱甲门甲窗开，保持通风。外口摄氏33度，嘛无啥物风，学生才行无几步路，就感觉足热。毋过来教室准备要上课，室内温度28.3度，也是爱挂喙罨。就是叫大家带，对啊，就看下课出来透透气之类的。就带指甲。先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教室有开冷气吗？没有。台科大决定，测试开始，若是气象局公告气温超过31度，室内温度超过26度，得当开冷气。毋过也是爱做伙开门窗。台大伫礼拜一的例行防疫会议嘛决定，室内超过28度会当开冷气，毋过嘛爱开门窗。另外，若是电机系研发的防疫1号，佮升级到1.7版，上紧2礼拜了后，得当开放校外人士入学校内底。我们就是希望他在进校园的时候，能够留下他的身份证，就是用身份证能够感应，或者健保卡能够感应。这样子的话，他进来不仅量体温，也能够知道他进入了台大，然后到了不同的点，也能够做一点足迹的记录。虽然开放校外人士入学校内底，台大强调讲也是有实名登记甲体温监测。现在嘛是在讨论讲，敢要开放校校。主秘李准将讲会偏向保留出入口的实名管制。另外，因为疫情较缓和啊，中国、香港、澳门的学生可能会当回来台湾，校校等在清点境外学生的检疫量能。如果在同一个时间让他们同时回来，那我们检疫宿舍一定不够用。对，所以我们希望如果要允许回来，应该要有分批，
好，那让我们的检疫宿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否则就必须要全部住到政府的防疫旅馆去。水邦指挥中心强调讲，2万外的中港澳学位的学生真济需要搁较济情报，才会当做开放的考虑。不过大学的部分是建议讲，若是真正要开放，会当分配来进行来减少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南韩的疫情。南韩进前发生大规模的群组感染，若即阵疫情嘛豆豆转好，所以决定讲对明仔开始要放零社交距离的限制，嘛要开始拼经济。商场百货公司世界拢是人潮，经过2个月控管检测了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了后，南韩的商场甲机场出现了世界加旅行的人潮，亲像要疏解伫居家隔离的时期，无法度去旅行加世界行程。 원래 지난달에 속초 여행을 계획을 하고 있다가 코로나가 확산되면서 그 계획을 취소를 하고 지금 코로나가 조금 완화되기도 하고 해가지고 지금 제주도로 여행을 가게 됐습니다. 그동안에는 코로나 때문에 마스크나 생필품을 사는데 사람들이 신경을 쓰고 꽃을 사는 것은 아예 안 했는데 지금은 코로나가 많이 이제 없어지고 해서 사람들이 기분 전환으로 꽃을 많이 구경하러도 오고 구입도 하는 것 같습니다. 受疫情影响，收入较低的家庭经济出现了问题。南韩政府嘛是现成了发出第一批的补助现金，惠及比这些家庭的口罩，拢总280万的家庭先摕到这笔钱。其中一口罩若是有4个人以上，上悬会当摕到100万的韩票，差不多是代票26000원。 정부는 현 상황에 대한 진단과 생활방역위원회 등 각계 전문가들의 의견을 고려하여 5월 6일부터는 사회적 거리두기를 종료하고 생활방역체계, 생활 속 거리두기 단계로 전환하기로 결정하였습니다. 另外，南韩进前有解除部分防疫的限制了后，嘛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分阶段予娱乐场所像游乐园、甲电影院重新恢复营业。记者陈世彤综合报道。 那欧洲的疫情嘛渐渐稳定啊，法国嘛打算要放零一寡限制，新疆区甲英国入境法国就唔免隔离啊。另外，封锁上久的国家意大利嘛要豆豆解除禁令，也毋过俄罗斯即卖疫情当地行，颠倒是严重，一天有上万人防卫着。 西班牙疫情上严重的地区之一马德里，会当看到民众伫咧街仔路走标，这是经过7礼拜的封锁了后，头一届批准户外的活动。欧洲重大疫区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甲法国，死亡人数有较转好。政府采用阶段性的解禁，西班牙细间的店头，比如讲头毛店会当开始做生意，毋过是用注文的方式。 那意大利是会当出门拜访亲情，不过无包括朋友。法国卫生紧急状态第一阶段5月11到期，政府初时会提交草案，计划延长2个月到7月24。不过部分的限制会放零，比如讲学生会当分阶段登去学校上课，部分的店头开始营业等等。除了欧盟、新疆区甲英国的旅客，其他外国人要入境法国，要是爱隔离2礼拜。 法国一个加护病房的医生，甲媒体讲，伊的团队甲去年12月到今年1月的时阵，有出现呼吸道症状，而且流感体检是阴性的患者，还有其他类型冠状病毒的患者，拢总24个人的资料，发现其中一个患者有体检出新型冠状病毒，伊去年12月27就带入去加护病房，比官方公布确诊的头一个，还佫较早1个月。因推断讲，病毒真有可能早就已经侵入法国。俄罗斯的疫情要小未退，官方公布初3新增加超过1万的确诊的病例。 是上悬的记录，比顶礼拜定倍增加。有流行病学家认为，可能甲体检量有关系。Основны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ели это, конечно, носители, поэтому, когда на ранних стадиях выявляется 虽然俄罗斯确诊的病例数增加，不过甲其他的国家来比，死亡率也是较低。到5月初3为止，累计死亡的人数是1280例。记者综合报道。 那美国是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经济稀累咧。做手机科技产业的 Apple， 因的执行长 Cook 伫大学线顶的毕业典礼演讲的时，伊是鼓励毕业生伫上歹的时机爱有上大愿望。另外，伫纽约是因为经济压力大，有民众即马发起减少厝税活动。 5日劳动节当日，纽约市的无厝的示威者为公府厝顶挂布条啊，顶悬写着即马就冻结厝税，因为新冠疫情造成大量人失业，食饱拢问题，莫讲是交厝税。虽然州政府下令这段非常时期禁止厝主赶走厝卡3个月，不过欠的还是要还。
当日纽约各地有1万人参加要求核免的抗争，成做1930年代以来上大规模的税税人联合示威，只是除非政府甲厝主负担的税金甲房贷拢减免，啊若无是无可能的代志。Moratorium on evictions is, it's great that people aren't going to get evicted until midway through June, but it's just kicking the can down the road.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else. They have to cancel rent. 缴城拉斯维加斯第3月全州封锁非必要商业活动了后，沦为鬼城。虽然当地大型酒店为员工提供一寡生活补助金，不过无收入的也是真多。目前全州已经35万人申请失业救济，要求恢复商业活动的声音愈来愈大。不过工会无条件，也来甲资方协商更较完整的保护条件。If I go back too early, I won't be alive to work. We want to have the PPE regulations. We want people they taking temperatures. We want to have a mask. We want to have gloves. We want to have a distance. We want to protect the workers' families. 另外，美国大专院校也进入毕业季，彭格执行长库克车萨伫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线上毕业典礼演讲，伊对毕业生讲，人生故事无法度全靠家己一手谱写，爱被判接受环境因素这个真歹背的共同作者，也许家己咧做说明，当人生计划被迫害，会用选择上欠的人，也用刷开眼光，去重新塑造世界。I was going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orking for Steve Jobs. But fate comes 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 The loneliness I felt when we lost Steve was proof there is nothing more eternal or more powerful than the impact we have on others. 库克最后勉励这特殊一届毕业生重新思考、重新采取行动，建立一个比想象更加美好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来关心台西铁路警察的案件。昨昏嘉义地方法院第3摆裁定，凶手交保金提悬到100万，不过家属公保钱，所以专案是送到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那法务部甲卫福部即马初步达成共识，打算要设一个司法的精神病院。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伊是坦白讲，地点真恶找。涉嫌台西铁路警察姓陈被告。嘉义地方法院一审判无罪，原本裁定50万交保，不过台南高分院2届撤销原本的裁定。嘉义地方法院初时早起做出第3届的裁定，交保的金额提悬到100万。不过姓陈被告的家属表示，因无法度来纳这的钱，专案嘛以上诉的庭书，初时下晡移送台南高分院。本案检察官已经在5月1号提起上诉。全案的卷证的上诉流程，我们同仁已经在假日加班处理，上诉进度也会尽快进行。那希望能够找那个医学中心来对这个被告鉴定，然后希望这个鉴定报告出来能够那个取得大家的信任。案件直接进入2审的庭事，嘉义地检署建议应该要重新做精神的鉴定。这个案件嘛引起各界的讨论。敢是要赶紧设置司法精神病院？目前法务部甲卫福部经过协商，已经有初步的共识。不过要安怎进行？卫福部长陈时中讲，敢若是地点的问题，得头壳摸咧烧。地点的部分可能是卫福部这边来。那个部分是最困难的一点。安全的维护我们来协助所以彼此都有一些坚持。但是这个周末我跟卫福部的陈部长有接触大家有取得高度的共识。法务部部长表示，目前若有精神疾病的受刑人，经过医师的评估，女性会送去台北监狱的桃园分局，男性是会送去台中监狱的培德病院。咱若两部会初步的讨论，地点甲医护人员的人力是由卫福部来规划，法务部是负责介护的人力。不过除了地点，专家表示，制度的建立才是目前第一要紧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的钱柜 KTV 发生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做专栏报告，伊阁向市民回息咧。不过真是有市议员也讲，台北的地下街消防嘛无安全，而且验3摆全无过。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努力还是不够，以至于不能保护市民，才会发生这种事，这是我们要道歉的。钱柜林心店的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的悲剧，台北市长郭文哲第2届回息咧，而且用专案来报告甲检讨火灾的原因，包括原本业者家己甲5大消防设备关起，嘛新增加防火区去互破坏。国楼站的老板因为时间更快，互烟呛起咧面顶，
所以郭文泰下令，室内面积有300平方公尺以上的电影院、歌厅、KTV 爱设火灾时阵，会当主动通报119功能的设备，减少报案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扩充到全台北市所有的公共场所哦。那我们这一次大概如果用这个条件的话哈，大概有100多家的哈。那这个大概我们应该是做得到哦。那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说修改本市的火灾预防自治条例里面哦，把这些规定下去。机关批评讲，郭文泰到今也未点名指规当做连带性来回事的。不过郭文泰是回应讲，企业责任比回事的更加重要。指规火灾逼出公安扛棒，市机关个别消息讲，市府备2亿1716万的预算进行台北地下街防灾改善工程。不过消防设备说连续3届检查无合格，郭文泰说唔知影状况。为什么处长不报告黄副市长，要一眼调资料才知道台北地下街排烟设备出现这么严重的疏漏问题？这个我下去问清楚怎么回事，我再处理。这个比钱柜还严重。拜托部长，我们做一个，你要督导我们消防署了，作为主管机关哦，虽然执行单位是地方政府，我们立即再来要求，而且这地下街这个公共场所基本上又是属于公家的，是相关机关都有。郭文泰发射中央爱修改消防法，而且甲限期改善改做即时处罚。立委就批评讲，台北地下街伫去年10月份就启用来做消防安检无合格的场所，检查项目包括安全梯、室内排烟设备、火警自动警报设备，到4月底也是无改善。内政部表示，地方政府有改善的这款，会要求台北市消防局照法令规定来落实。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市议会昨昏开临时会，高雄市长韩国瑜是继200多天了后，搁一摆上台。伊针对疫情做施政报告，也毋过民进党团较关心的是后个月要罢免韩国瑜投票即马煞少无投票数的问题。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排几排，8盒30分钟质询高雄市长韩国瑜，直接爱市长公开在示，开放校园当作投票所。任何需要出借在6月6号投票这件事情，空间借用上面，你承诺所有都可以出借。林议员，容许我跟你报告一下，今天是可不可以同意不同意的专案？这个跟防疫都有相关，你不要再绕圈圈了。有个第2点，我本人是当事人，基于这2点。我都不太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罢韩投票搁加做议场的摒场重点，中常会也针对罢韩投票1823个投开票所，中央甲高雄市无共调，对高雄市各区长甲设立学校公开发声。为什么还会另外有 LINE 的指示，让校长们纷纷的拿回已经出借的同意书？中常会呼吁区长、校长保持行政甲教育中立，依法办理选务。高雄市教育局也佮回应，面对疫情，中央甲地方选举委员会应该更较有春秋。学其他的国家，比如韩国选举，投开票所应设伫机场、车站、病院、商店等，免大量集中伫学校，尤其大部分设伫国小，这是大家无愿意看到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透早，一架华航的包机飞去印度，甲留伫印度孟加拉，拢总129个人再回来咱台湾。身体健康的人嘛，随安排带入去集中检疫所。伫外交部斗3天之下，一架华航的专机飞去印度，甲129个人再回来台湾。其中有114个是咱台湾人，其他15个是伫台湾食头路的外国人。内底有9个人身体无啥爽快，所以有做采检。外交部是表示讲，会继续想办法，甲留伫南亚的台湾人再回来。镜头来台南第一间的5星级的饭店台一地底饭店，受疫情影响，即马要收档要关门啊！200多个员工即马爱回去食家己。昨昏因开头100个劳资协商会议，劳工局嘛有交规，业者有答应讲会遵守法令。劳资双方即马伫退休金还有资遣费这部分，初步拢有达成共识。原本真侪旅客来去的大厅，即马变甲空。受到疫情的影响，台南5星级的饭店大益丽致宣告伫6月30要关起来，251个员工全部要解聘。业者初时下晡举行头一届的劳资自治协商，劳工局嘛派人去现场关心。伫咧协商了后，劳资双方就退休金甲资遣费等等的议题初步达成共识。
这些应给的金额会7月5号会给失业给付，还有就业免额的部分，我们一共会来这边办理3个场次。我是这边的会员啊。你是这边的会员啊？你手上够有的参券哪3名之类的？有，但是他都要退还了，很可惜啊。我觉得待遇很好哎。疫情冲击到观光产业，大约内地因为登记的业绩无好，加上疫情的关系，大房率落到剩2-3成。虽然厝头家国泰人寿要主动调降租金，不过伫咧人事成本的压力之下，也未负担着疫情吹落来，就宣告退场。原因可能甲饭店人客族群有关系。大中小间它的经营的策略会跟他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像大爱励志，可能他们这么大型的，一定有很多比较像外国的客人，所以外国客人不来这件事情对他们冲击比较大。对，吴俊泰表示，陆续业者大家拢喙齿紧加咧，咧等待变化的心态。好在在台湾最近疫情有较缓和，台湾人出门佚佗的意愿真大，至少会当甲基本盘保护掉。政府推出的纾困补助方案，会当维持业者的现金流，希望会当度过这波非常时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把镜头来南投。南投第3个理戏国小去参加青少年的发明比赛，佫摕到全国的金牌，所以按算伫今年9月份要代表咱台湾去俄罗斯比赛。台湾加油！成功！甲电子榜顶头的字念出来，系统就来辨识敢有正确。若是正确的话，边仔这只高山仔就会叮当。这是南投德山理戏国小的学生仔设计的佚佗物，会当训练当地学讲话囡仔甲语言障碍的病人。而且这项设计佫摕到世界青少年发明比赛台湾区国小组的金牌，准备要代表台湾去俄罗斯参加国际比赛。说你很兴奋，很想赶快整理好行李去俄罗斯。模式1就是只要有够大的声音，它就会自己动。模式2，它是一定要说出看板上面它设定的答案，可以帮助学语的小孩，还有不想说话跟语言障碍的。囡仔用2个月时间设计出来，过程当中拄到真侪大细的困难，不过因坚信要把这项会当帮助真侪人的互动的佚佗物做出来。我们先从网络不顺，之后我们就遇到了 MP3 这个困难。一次是做声控的玩具，那这次我们再把它升级。今年9月份，我们想到俄罗斯参加世界赛。其实理戏国小已经不是头一遍来参加国际比赛，学校设计这种课程来刺激学生囡仔思考的能力，唔但会当互因发挥创意，嘛培养因解决问题的能力。即马利用电脑结合科技，变出这项语言辨识的佚佗物，唔但是现因想要甲人斗3工的理想，嘛毋忘伫咧世界的比赛完成替台湾争取荣光的梦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去云林的麦寮，云林麦寮的老人会伫5当前有成立共歌团，要互时代手骨会当叮当。这个歌团即马甲搭已经演出70多场啊，咱嘛做伙来听阿公阿嬷整齐佮充满活力的歌声。为做一练同齐练鼓，云林麦寮乡老人会长辈甲这条演奏较慢的练刷，老师随着换另外一种节奏，带大家感受无同的气氛。众人就拢爱斟酌甲听，用心体会，这鼓声才通整齐佮活跳。袂歹耍，啊，我运动方面我都唔喺度吼，啊，我操。88岁哦，我就来拍太鼓，拍到93，已经拍死。阿公笑讲，来遮唔但练身体，也练记忆。云林麦寮老人会平常时就替时代举办大细项活动，不过成立这个歌团，希望长辈有更较大的舞台，会使行出社区，去到庙埕、学校，和人分享政治歌声内底的快乐。然后最南边到达屏东的地区表演，最北边到桃园。在打太鼓这边，不是只有快乐的心情而已，还有让他们除了身心能够健康。活灵灵的歌声响起，就那亲像是麦寮乡长辈活跳的生命力，也展现因食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
那云林西里豆油的品质是同人学老，甲豆油摕来做鸡卵糕，这是虾米款的滋味？西里安定高小为特别让学生囡仔了解豆油的产业，特别设计一款的课程，带学生囡仔做豆油鸡卵糕，甲两款无同款的食材夹做伙，嘛创造出新的滋味。囡仔兄、囡仔姐，大家人拢无用咧做鸡卵糕，遵照老师的指导，每一步拢唔敢漏交。尤其是上重要的一味，斟酌一看，竟然是豆油。这是云林西里安定国小设计的课程，用在地生产的豆油，要带学生囡仔家己体验做点心的趣味。你有想过酱油跟蛋糕可以加在一起吗？没有。会期待等下的味道？会啊。有没有哪个环节是自己印象最深刻？要在加面粉要揉的时候要小心温柔的搅拌它，不然会变成贵之类的东西。豆油咸咸的气味，加上鸡卵糕的香甜，较少人会想到要甲这两款物件结合做伙，煞颠倒变出另外一种无同款的口味，甘甜啊甘甜，让人愈食愈爽脆。这个酱油蛋糕吃起来怎么样？很好吃，很脆，很甜啊。会不会咸？不会啊。好。酱油味道在里面会不搭吗？很搭。很搭哦。学校希望让学生囡仔亲手去做，来了解咱逐工食的物件是安怎生产甲应用，认捌在地产业。学生食到亲手做的鸡卵糕，嘛会更较珍惜，其实就是上好的食农教育。当然也是希望借由制作的时候，然后去介绍食材，然后再进而去让他们开始动手做这件事情，让他们产生兴趣。我们想说，让孩子呢学习如何做中学，然后并且将他们所学应用于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在另外设计一个酱油蛋糕的课程，让他们实地的去操作这个美味。豆油是西里重要的特产之一，学校希望会当结合地方产业来做教育，用创意推动在地创新，唔但趣味，更有意义，让人了解传统产业有更较侪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那当年拢会举办，伫母亲节举办音乐会的原声乐团，今年决定要改做线顶的直播。这一届除了要唱歌感谢妈妈，嘛要感谢医护人员。我知道要一双眼回首看曾经守护着的人，心里相牵。最近一人合唱的心向天明，是原声乐团音乐总监以特技甲朋友的共同创作，感谢所有医护甲服役工作者，守护个人健康。这首歌会伫母亲节7月下晡3点公开演出。今年因为疫情，原声乐团固定举办的母亲节音乐会决定改为网络直播，搁伫测试透过视讯记者会宣布。我们分成3个不一样的室内乐组合来做现场的演出，每一次上台的音乐家之间的距离啊，也是防疫的规定。专门演出台湾音乐作品的原声乐团奥运会会长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这摆伊发起直播，希望突破安全距离，为伴民众用音乐度过母亲节。伊认为伫疫情之下，稳固传播沟通模式已经是正做常态。伊认为原来硬体不是问题，不过软体需求量快速成长。像最近视讯公司的都在全力在推广，而且成长量，他们的服务的量呢，比以前多很多很多。原声乐团指出，音乐会改为线上直播，伫技术规模甲成本上，甲实际伫音乐厅演出差不偌济，相当电视短波，爱搁较重视音响效果。虽然挑战搁较大，基本团体面对疫情冲击，依然拍拼创造徛伫舞台演出的各种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的影响，即马无法度坐飞机出国去耍，不过其实伫咱国内嘛真侪所在好佚佗。台东县政府就邀请旅游业者甲台东在地业者集结，希望讲要推出一寡相当棒的旅游方案。台东县政府推动国内出国旅游，强调外国有的台东嘛有。亲像亚洲规模上大的日本祖号热气球节，其实伫台东落野，逐年歇热拢有。今年会伫7月来举行。外国有海华铁路的光景，台东太麻里同款嘛有。夏威夷的恐龙湾会当饲鱼仔，台东的新湾湾同款会当甲鱼仔亲近，而且绿岛甲兰屿还阁会当去畅水味甲佚佗。另外，外国有1000年的古迹，台东嘛有史前文化的遗址。测试县府特别邀请国内14间旅游业者，来替台东在地旅宿业者来集结，甲原本台湾人介意出国旅游的形态，诱导转来国内做深度的旅游。
如果能够回到台湾来做观光的安排，可以让台湾很多观光业者得到以前就是可能没有的收益。环岛的部分里面，还有到地下屋很多的景点是可以更深入去看。那绿岛让2天到3天比较休闲的感觉，这个好像到外面去度假的感觉哈。业者估算，过去台湾人出国旅游的消费一年有4000亿左右，那转倒转来国内旅游，这消费是袂少。不过去台东一抓交通的问题，民众可能会真要意。不过管府讲，若是当调整心态，当作是咧出国，其实开车、坐火车或者是坐回轮机去台东，并无偌远。反而变成是一种享受在搭乘交通的乐趣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国内旅游，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观念。不过，即马要推动旅游，嘛，就要考虑到疫情。台东县政府希望在地的业者会当甲拜1到拜5规划做深度的旅游，甲休困日的观光做区分来分散人流，嘛希望中央会当推出新的观光振兴方案，帮助受到疫情影响的观光业者来全力推动国内的旅游。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4月2号，伫高雄有发现杀人海翁集体扣打，那昨昏伫高雄港阁发现6只，好佳在即届才是正活跳，无啥问题。海翁伫高雄港区内底收来收去，因感受到因活动力是相当的强，镜头差点也无到因的身影。不过，这是大型商船进出的码头，对海翁的生存是真不利。但是由于这边在港的非常里面，照以往的经验，这边的水有污染，然后基本上它也没有食物。这只海翁是早起9点外雄雄出现伫高雄港100号码头，相关学者专家马上赶到现场。不过真可惜，引导出港失败，只好搁看卖咧。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件海翁迷航。4月2号，高雄红毛港附近，有海翁集体扩花，陆续伫桃园、嘉义也拢传出海翁海底扩花情形。有15只死亡，1只收回大海，还有1只伫鲸豚保育中心照护。5月7日，桃园这只海底扩花，送到基隆市八大照护站，2天了后死亡，解剖发现体内有塑胶袋啊。它最主要是因为肺部的感染。肺部的细菌感染、急性感染造成，它还包括了脾脏、肝脏都有肿胀的情况。海保署指出，台湾人每年使用152亿个塑胶袋啊，平均每人每年使用600多个，当中只有1%无细致落去海洋，就1亿5000个塑胶袋啊，可能造成海岸、海底、海龟这各种海洋生物过失。为了环境永续发展，也是较少用塑胶袋啊咧。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正心息，咱来看防疫的期间，医护人员是英雄。那伫葡萄牙伫街仔路，嘛当看到电影明星内底这英雄，亲像蜘蛛人也是 Batman， 拢看到因举扫帚伫扫街仔路做消毒，嘛有替时代送食的。伫封城期间，嘛替地方带来活力。日报业杀本所人，举扫帚出门，伊今仔日的任务是扫街仔路。钢铁人嘛真无用，派规桶的消毒剂伫咧公共区域咧消毒。这个超级英雄最近出现伫咧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的街仔路。其实这个超级英雄是在地圣安东尼奥教区委员会成员所扮演的。O objetivo era tentar, de alguma forma, homenagear aqueles que, ao lado e connosco na junta, continuaram a trabalhar e a ajudar quem mais necessitava, como o número então. 这个想法是主席摩戈多提出的，伊嘛是兼一个蜘蛛人。伊认为讲，即届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会改变民众对家己目前的工课的认知。以早可能也无啥物特别的感觉，不过即马才知影讲，有一份头路通做是偌尔重要。Isto é mais uma motivação e é mais uma razão para virmos trabalhar motivados e acho que o Presidente teve uma ótima iniciativa e todos nós aceitámos com muito bom agrado. 雷神索尔举工具，夹搭一乌的萝卜饼，升坐大阵的乌武士，当要出门替老大人送饭菜。莉亚公主无用甲食的物件分装好势，因为四若夹就要接煞送出去。葡萄牙为3月18开始进入全国紧急状态，真侪人无方便出门，才会当做无共造型的人任务就来啊。教区目前有64个人，逐工轮流做各类的工课。葡萄牙就算解除紧急状态，官方也是希望全民会当谨慎保护家己。当民众看到这个超级英雄伫咧街仔路出任务，替这个城市带来活力，原本真辛苦的防疫生活嘛有淡薄仔趣味。记者综合报道。
受疫情的影响，即马人类是防要求袂使出门，人类较罕咧咧行打，所以即马大自然有法度休喘。伫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因为无船只、无游客，所以即马水质是变甲清气淡淡。啊，若伫 Turkey 伊斯坦堡附近的水域，即马也可以当看到海底。一只体型真大、透明海体自由自在浮伫威尼斯运河当中。透过摄影机深入海底，也个人发现鱼群、毛蟹、海草、贝类这些动植物生态是非常的丰富。意大利疫情严重，威尼斯严格要求居民自主隔离，观光大受影响。不过减少船只甲游客污染，不止大运河甲涉河变清气，连社区内底水道也看到鱼蟹影只。La flora e la fauna della laguna di Venezia durante il lockdown non sono cambiate, è cambiata la nostra possibilità di vederle. Infatti, con il depositarsi dei sedimenti, ora abbiamo la possibilità di osservare abbastanza chiaramente 50, 60, a volte anche 100 centimetri rispetto a quella che è la colonna d'acqua, per cui possiamo osservare degli animali che di solito erano letteralmente nascosti dall'acqua torbida. 动物学家摕摄影机伸入河底观察，果然四界沿发现水中样貌多彩多姿。动物学家讲，噪音也是影响生态一大因素。船只减少，威尼斯水域的生态总算严重现成机。地主连的新机也出现伫土耳其伊斯坦堡，这座都市连接欧亚大陆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海峡原本船只往来真济，不过疫情迫使海上运输停止，钓鱼活动也停下。结果大批海底灯海因大大风风伫岸边收来收去，互大家是真惊喜，也正做课文防疫生活当中的小幸福。记者综合报道。啊，那猪只的排泄物会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或者全球暖化气候反常更加严重。所以即马伫荷兰有养殖业者就训练猪替便所放屎，伫固定所在坐便所，才透过处理，会当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荷兰这低调甲一般的低调，互人的印象无同。涂骹大部分铺白色清气的山甲大草，另外一边以铁架区隔，就是猪只排泄的所在。中的大便甲小便，佮用叉棒来隔开。I will mimic the urinating by using this little can. When urinating, the pig is urinating. Watch here. The reward, which is a lemon candy, will fall in this little bowl, and the pig will be rewarded for urinating at the right spot. 荷兰猪农训练猪只大小便方法十分的科学，除了做到有汤啊食。另外一边，只有大便的味存在，偏啊比人好1000倍猪只，就会知影应该伫倒位啊放。荷兰畜牧业真兴，猪只牛群排泄物中所释放的氧化亚氮所造成温室效应效果是二氧化碳近300倍。有关当局正提出管制，要求业者改善。把做过兽医的食品师就想出这个真巧的设计，让猪只排泄物分开，适当处理就能减少污染。另外一方面，研究人员也鼓励灵牛养殖业者以压水的方式降低牛排氨气排放。Sproeit over het rooster, dan heb je dus ook al heel fors minder ammoniakemissie. En dan zit dat water en de mest in de kelder. En als je dat gemixt ook dan weer uitrijdt op het veld, krijg je ook minder ammoniakemissie. 研究人员讲，给护牛者伫户外活动，同时避免饲伤过济两倍质饲料，就能降低氮气的产生。荷兰经验甲咱讲，只要用过卡斯，畜牧业废气排放就能有效降低。猪只牛群也别个真垃圾。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各地同款是高温、无风无雨、小风的天气，紫外线指数拢有较悬。若伫北部的海面有方面瓦近，过到了后，伫北部宜兰各地山区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有35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5度；东
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32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